讲到这个网络的诈骗的话术是百百种。桃园有一个太太，就伫网络顶熟悉一个阿富汗的军医，要请这个太太代收包裹，但是要先付13万，这非常的明显，真无合理，互浪费航员来识破。台东嘛有太太讲，航空公司的无人机师要送大礼互伊，但是都要先付海关9万块。其实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咱的乡亲大家都要注意。 珍贵礼物，我们今天会到达你们的地区国家地区。哦，所以他就用你来这边汇这个89500的运费给他这样。请你看一下。60岁姓林的太太提手机互银行的人看，讲一个航空技师要寄一个贵重大礼互伊。他现在在墨西哥，在那个督导那些飞行员。含飞龙机翕相缘投的模样，互太太就是拄到真爱。不过这个礼物调伫海关，爱心费89500才当摕到。不过这全部拢是诈骗集团的部署。他既然是华航的机师，他为什么不把那个贵重包裹直接下飞机来的时候直接带来给你就好了？ 警察好了解考考，那技术真正伫咧墨西哥先抓收集的所在，煞伫咧印尼，真侪不合理，总算互太太觉醒。那叫诈骗集团低调的故意，桃园这个69岁查某人去农会要汇13万3互朋友，问对方是谁，刚知影伊是一位阿富汗军医，剩的都唔知影。 每次航员找警察来，才甲查某人欠真贵西客补条费。警察嘛提醒，网络交朋友拢爱斟酌注意，若真正袂放心，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来做纠正。